Hello，大家今日我會拍段 storytelling 俾你睇。個書名就叫做《鼠小弟捉迷藏》。有一日，佢哋就玩捉迷藏嗰陣時，一個雲就準備遮住個太陽，所以佢哋就開始玩捉迷藏啦。然之後，個雲就遮住咗個太陽，然之後佢哋就決定咗一齊玩捉迷藏啦。佢哋就包剪揼，然之後小老鼠就輸咗。小老鼠就揾當時小熊、小豬、小兔同埋嗰兩隻老鼠就喺度傾偈，點樣匿埋。佢哋就匿埋咗喺大象嘅背脊後邊。然之後佢哋就話好了，然之後小老鼠就開始揾佢哋啦。然之後小老鼠就即刻跑走咗，佢就見唔到佢哋喺邊。然之後佢就行後咗大象嘅背脊，再望下佢嘅身體，都係發現冇喎。然之後佢哋咧就去咗大象嘅前面，老鼠仔咧就仲喺後邊，佢就永遠都揾唔到喎。不過繼續匿埋都係見唔到佢哋。然之後佢就問咗大象：大象你知道嗎？大象就講不知道啊。然之後太陽就翻嚟，成個影射咗落去，所以老鼠就見佢咯。然之後最尾佢哋就望住個太陽笑。